要从 Google Play 商店左边第一个进去以后，要找雅婷逐字稿，按搜寻，按麦克风，请搜寻雅婷逐字稿。哦，好厉害呀！你看，已经出来了，雅婷逐字稿。旧的说30天内，结果又要更新了声音转文字编辑器，嘿嘿，好诶，即时转录哦，好诶。还有加好逐字稿，即时聊天，语音聊天，语音输入笔记本，行动听写网。还有雅婷钢琴师，优秀。按了雅婷逐字稿，按了更新，按更新，纠正错误。哦，雅婷逐字稿，以前有装啊，要更新了，你看，更新以后开启啊，看看。安装中，修正错误。哦，这个比较新啊，今年10月13号的，这个比较新。语音输入笔记本，免费语音的翻译。语音翻译呢，用讲的它也会帮你翻译成文字啊。语音翻译你看，语音搜寻哦，用语音也可以搜寻哦。哦，好，开启。哦，好啊，雅婷。哦，好诶，谢谢你哦。怎么没有字啊？谢谢你哦。真的嘞，这么快哦，好棒啊！哇，你好棒，嘿嘿嘿嘿嘿，好，真是快啊，效率真高啊，值得称赞啊！那会不会处理那个声音档啊？最好能够处理声音档，时间能够处理长一点的更好啊。以前都是只有处理半个小时的，太短了啦。有的演讲，有的直播要1个半钟头呢，还要把声音档切成3份哦。好吧，谢谢了，感恩哦。人类的科技真的智慧高啊那有办法讲中文翻译成英文那要经过转换的真好。我讲中文就会换成英文了，那需要也是另外一种手机应用程式 APP 的。APP 还有用那个中文的 PP 的，应该是英文的 PP 的。他没有办法处理英文的 PP 的，他只有听得懂中文的。谢谢你咯。好。可以录这么多了。